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要两礼拜嘅第一集单元，我带大家看嘅係司法界嘅相關報道，包括司法界嘅淨土同困境、開發同文化資產嘅上榜，特別採題嘅其他同準備。今日先來看嘅係司法界嘅考古題。司法公路改善計劃南澳島和平夜節亦都為漢本遺址，照文字法要先搶救當時嘅施工。唔過，一個遺址特發的文化層特豐富的，考古業的商業含前做述，使至到工廠受到影響。通查時間拍為戰後，花蓮縣政府群記錄結巴屈樓，台上批評講，到底係含上個人重要，也算古人重要呢？公路總局司法局工廠處按算請新嘅考古團隊搶下來業，要加價來搶救遺址。唔過考古團隊嘅主持人中央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劉一聰唔贊成咯。伊講一隻遺址兩隻考古團隊體驗喺台灣唔是講過，按嚟做南北對遺址嘅解釋也怕會亂嚇。工廠進行慢，考古又都見唔得，司法局嘅考古題更有好幾個。文字保存遇到工廠開發的衝突，按嚟引發生，感覺冇辦法鬆揚下。台灣又有哪條頭擺嘅利益有好參考嘅呢？來看下呢個報道。我們重視考古，但是更重視人命，這是一個人道的問題。我們希望住在台灣的2300萬人都能夠有一樣平安回家的路。將來橋墩基礎土了要起起來了後，列島文化資產都總係冇咧，冇拍的啦。慢3-4年、半年，甚至到1年來講，本列文化資產好好來處理起來，搞本下一套嘅人，列應該係按列套嘅人來接任。熱線尾台球先鋒漢本茶長順利亞件此處存點人幫忙。還有蘇瓦改的來這邊進來以後，我們這邊生意也會好一點。家眷都來這邊吃飯啦，中午吃飯時間，這工人過路客都會來這邊用餐。就係因為到班路誒看唔到班看點，告訴亞件此處存點，做得講係司法局工廠人員團結漢本遺址嘅考古人員，示範聽出愛來也是。示範官就無安泰，人講到文字保存同工廠開發強強就為人壓起來，睇下一時咧未感受唔到。對此處存點向南行大概600公尺，就係考古隊嘅漢本遺址嘅現場。台九線嘅另外一片就看得到司法局南澳島和平夜節新開嘅工廠，認真夜節亦到漢本遺址。照文字法拼出愛嘅好些嘢能做得施工，唔過遺址嘅文化層東西該豐富，氣味該大，嗰所淨土有土多。原本我們在101年的時候是委託中央研究院的團隊來進來搶救。那經過這個整個的搶救，我們發現整個的文化層非常豐富。那原本這個外業的搶救的時間，原本是在103年7月就要到期了。但是因為文物豐富的關係，所以現在目前延到目前還是沒有辦法完整的去出土，所以還是持續在搶救。工廠單位的想法係安尼，我橋墩做到，我橋墩底都好了嘛，我到底就好了嘛哈。按過文化資產的主管機關哈，佢都派人係委員來會勘講是唔得啦，唔做到橋墩啊下不人要啊，唔同橋墩下不嘅東西。有咩要做好來？俺本來並佢合作做橋墩嘅橋墩底嘛，嚇！啊，其實橋墩底佫加做1層落去，加做2層落去，倆要真多時間，嚇！啊，你看時間啊，嘛真無按算得啦。
台本蛋发现1600年前的婚本遗址下背，在高月宫下架下，又发现到2000年前的文化层，嗰不將考古專業而加掉的時間。是講事前遺址算起來有一重要嘅喏。考古計劃主持人劉一聰對結出來嘅外來物來斷，看起來漢本人同東南亞有貿易往來，可能係最早嘅台商。咱初就做過個堡壘哈，分析啦哈，太極地佢對了下嘅環南海地區，都係越南、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呢個蔬菜入來台灣嘅，佢有金，有長筒，過來有瑪瑙，個有玻璃珠變玻璃款，掛頭嘅也收了尾個玻璃款，代表2000年前後，台灣人變東南亞，變東南亞世界嘅來往嘅關係。劉一聰講，以自家路長係睇團漢本人師傅，後本工廠單位可以調開到花蓮人研究為夢傳嚟嘅路。考古團隊工廠單位就有時間嘅壓力，公路總局蘇花改工廠處決定按另外公開招標，來增加新嘅考古團隊，後來叫漢本遺址。按呢個做法，劉一聰改不滿。南澳到和平這個部分，我們預計要到107年要通車，所以我們的內部的整個的按照現場的搶救的進度，我們預估還是沒有辦法去符合我們通車的需求，所以我們現在目前預計在台九線以西，就是古豐隧道以東的部分，我們將那個部分希望另外去尋找新增一個搶救團隊進來。那我們希望說跟中央研究院的團隊一起，增加人力的方式，然後增加我們的搶救的速度。我無太慢啦，照理來講，其實同個時間中算本來就錯啦。若講真個本來時間本來算落去，我哋忙袂貴啊。到台灣還無安尼嘅事情啦，都係講即個蔬菜很兩個無相關嘅團隊團隊來做呢個事情。特殊記錄嘅方式無相關，介紹嘅方式嘛無相關，你對規個將來安尼按重要嘅蔬菜其實是無以好啦，所以應該無真贊成安尼做法啦。開發工廠最仰頭，考古又仰唔得，偏偏蘇花改也節路，橋墩大廈就係個珍貴嘅位置。條線內容每1號為2公里嘅，高架橋係講愛曬位，又係一項貴大嘅工廠。唔過開發交通工廠係講度到文字保存，就來轉發用鋪嘅，咩唔係冇安尼嘅理嘅。我們這樣的地方還屬於一個路權啊，屬於高鐵的路權範圍。看那時鋪20年前，新竹市金山面的老總書屯北工廈，本單建備做高鐵工廠愛曬位，睇沙期居民抗爭屯保護嘅2年來，得到高鐵產業回應，同意屯設計圖改變過，安尼就唔會礙到300年的老總書，時速300公里的高鐵未照常做。呢2年來，因為我哋透過媒體透過當到各種嘅方式，所以有本地上頭人有些警覺性，尤其佢董事長因此佢認為佢有些想法出來咧，所以家下佢認為講，在佢嘅路權範圍內有辦法解決嘅問題，但慢慢解決是佢嘅施工方式改變嘛。當施工方式改變有限啊，家下 BOT 董事長認為講咧，慳嚟4000，佢認為花5000億嚟起咧台灣高鐵，難得有辦法留嚟數啊，留嚟把工留下來，家係佢最大選橋。老總書下後係高鐵形象廣告嘅主角，大家初次到佢站，人們認為也係台灣國家工廠進步嘅表現。
那骆驼牌可以讲从来件小子当简单啦，拄到树是站树嘛，拄到屋啊是插屋啊，也係佢嘅一贯嘅模式啊，但道理来讲，那当然冇共用咧，你环保意识，所以佢行喺认为行喺啲是当早期嘅一只公民运动，所以呢只案例那是当然来当一下参考。交通工厂独到位置的地业，有含有桃园台61线工厂。2014年代，公路总局新府西滨快速道路喺主线做国家工厂的时节，每见到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老文物。这绳子太阴的纹饰，绳子，上面当然黑色的那个大概是他们烧东西留下锅巴之类的，就是那个炭灰嘛。那等咱睇嘅所闻废片，经验丰富嘅田野调查技师讲，也系4000到4500年前嘅东西。配亚只嘅是喺高等大粒生法，大概5到10户人家按4嘅钟头。那我们这边是4000年，所以它的石器还是普遍遵循这些旧石器传统的石片器的一些打法，就是海边的鹅卵石然后取得这些鹅卵石的材料之后，把它打成那个碎片，利用那个碎片来切割鱼或是一些鹿的那个肉。公路总局编列1000亿包办，委托民间考古公司来研老文物，3年就解出所有的东西。确定以后，它的处置方式就是说，现场要开挖的部分就把这些东西抢救出来，那不开挖的部分比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中间廊带，是不开挖就要回填的。那这些东西里面的遗址呢，文物就让它在永远的埋存在里面，就不去扰动它了。因为遗址所在地唔係主要嘅工廠區域，韓國較淺層東西又唔多，考古人員嘅時間短，並冇乜嘅特大嘅爭議。通常重要的考古遗址有時候就是意外發現的，真正的考古家去探測到的還是少數，還是因為工程。所以这块土地是不断人类在利用，这一块地挖下去大概1米就有东西的，甚至50公分就有，因为它没有堆积所以很浅就会把它揭露出来了。西滨62号土路，甲係沙丘啦，仲沙啦，講下白天頭用個索安尼白白的都是得咧，眼也冇強快，見解呢嗰個淺，差唔多2公尺以內。都做出嚟，眼也唔咩咧，眼也做落去，你5、6公尺咧，做到7、8公尺，甚至淺嘅所在做到10公尺淺。按重要嘅一個文化資產我是希望大家是在體諒到呢條做考古嘅人嘅辛苦，本佢較多時間，然後個記錄記較清楚到。地面上進行工廠開發，地底下也事情文化。看到蘇花改工廠同漢本位置兩項嘅衝突艱難解決，所採地嘅南澳用強壯建議，屯位置現場保留下來，蘇花改電到批廢棄，安尼雙方就冇乜嘅損失。我認為說這個漢本遺址，這個可以仿效那個台北市有一個13行博物館。然後將這些史前的文物留在這個地方做展覽，然後也可以用這樣深度的文化一樣，也可以吸引遊客來參觀。對，這個是我們期待的、希望的。這個遺址本來是在這裡了嘛，那如果它的也不要，如果可以繞道的話，也不影響這個工期的部分啊。我覺得這個可以做一個實施這樣。现在目前因为古鳳隧道南口的部分，施工进度已經到達2公里左右，那這個部分的依照這個現行，似乎已經沒有辦法有改善的可能。講工廠冇可能會改變，也沒留意從頭一擺讀到25年前1月13號為止，未發生文字保存同工廠間隙的衝突，裡面遺址驗證起污水廠，單就破壞起來，係一次都該打傷嘅。
我自家做过的13行遗址，哈，13行遗址，日本的学者来看到讲，暗号的东西，连转没流呢。在污水处理厂哈，是在搬蔬菜啊，你啊考古遗址是唔在搬蔬菜，但日本的学者想哦，我想不清楚，连转嘛冇流暗号的东西。你还佫经过25年，迄咩含恐款安尼头上台湾的文化资产呢？迄咩含的工厂体验呢？要再高發生安尼嘅事情，劉義聰期望最起碼做得屯橋墩以外嘅相關工廠設施細位，冇破壞到大廈嘅重要位置。佢哋要去一條沉澱沉沙池、油水分離池、機房機房那個蔬菜呢，其實下輩仲下呢。因為咱談過咧，下輩種下呢，唔留落去，有個3、4年，那個曬走1年都結束了。那這個部分我們考慮到整個的觀音隧道跟古風隧道的規模跟雪山隧道類似，所以我們洞口機房的一些風水氣電，包含機電交控的設備，考慮到這個比較重大的這個一些設備必須要設在這個位置，所以我們經過研究之後，似乎已經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做遷移。台灣也搭土地從古到今，一代一代嘅人利用又再個利用，一直都有文化資產同工廠建設為衝突到嘅問題，路總有一日會開通。事前為止係講破壞起來就冇起來，台灣事前嚟用嘅屯歷史，未擁有就會起一個。